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9号。这一期咱們聊一聊西天取经啊。什麼叫西天取經呢？講一個大威出國到了國外取經的故事。古有這個玄奘西天取經，今有大威去南非取經啊，是被取經啊。當然這個是開玩笑啊。昨天晚上流傳一則新聞，說這個知名的旅遊博主藍占飛被綁架。我看很多媒體報道，然後我在網上也看了一下，這個叫藍占飛的這個博主他自己還發了帖子，這是怎麼回事呢？根据藍占飛自己說這位一個人走過7大洲都沒有被搶過的藍占飛，昨天竟然在南非被自己的同胞綁架劫持，最後還被2個黑哥們強行取經這就是大威取經的這個由來12月8號晚上，根據藍占飛在自己的粉絲群內的自述說，這是一場精心策劃且有預謀的綁架。綁匪先是買通了機場工作人員，得到了他的航班信息，然後又買通了酒店人员，晚上12點用房卡推開房門。這還是當地一家5星級酒店，沒有任何防備的藍占飛就這樣被一個同胞以及2個當地的黑人堵在房內，折磨了整整5個小時，刀架在脖子上，各種威脅幹什麼呢？就是讓他轉賬，把能轉的錢全部轉走了。就這樣，3名劫匪還不罷休，又強行拉着藍占飛把能擼的網帶全部擼了一遍。網帶擼完了，又要擼大威。擼大威幹什麼呢？取經。根據這個大威自己說這些劫匪為了防止大威報警，不僅收集了他的指紋、毛髮、口水，就是生物信息還讓2個當地黑人強行取經，以便後續買通當地的南非黑警，偽造性侵記錄，也就是偽造這個大威強姦。而在這個5個小時的這個劫持過程中藍占飛套話得知，該名劫匪早在半年前就已經開始準備，所以才精準得知了時間以及地點。也就是說這個自稱是藍占飛粉絲的這名在南非的中國人早就精準地掌握了藍占飛的行蹤。所以在藍占飛到達南非的時候就是到達當地白天的時候這名劫匪就在機場提前登點，裝成粉絲制造偶遇，提出一起遊玩，而且還在門口埋伏了3組幫派成員，偽裝成出租車。好在藍占飛警惕性強，選擇了官方出租車，並拒絕了他的同行要求，在白天躲過一劫。這個劫匪A 計劃失敗，於是劫匪火速實行 B 計劃，選擇在晚上動手。劫匪買通了酒店拿到了他的房間信息，並且制作了房卡，進入了这個藍占飛的房間。這個就在剛才這個藍占飛他發了個微博，他說我不需要大家同情我，但我希望別無故去猜忌與造謠。知道絕望2個字嗎？睜開眼刀架脖子，張口就說要300萬就夠了，剝光衣服拍裸照，簽署各種欠款文件，還要舉身份證，拿女性衣服出來讓我不停的揉指紋，就是那個拿出女性衣服讓他的指紋落在上面，收集我口水、毛髮，拿刀架我脖子，掏杯子出來讓我自己採集我的精液。這個我就不太理解了就這個地方確實比較容易讓人懷疑按照大家通常想象這個醫院裡採集的時候，好像是這個上面還有一個美女圖片是吧之類的。總之我難以想象說拿着刀架着脖子讓你採集，那不太容易成功這個藍占飛說沒有你們猜想的仙人跳情節，也沒有你們所謂的自導自演，當地已經開始立案調查、調監控取證了。我也不怕大家笑，後來在洗手間洗了個臉，一個大老爺們兒
情緒失控，大哭大喊，壓力真大，太大了，一天一夜沒睡覺，被劫完不敢跑出酒店，怕二次劫持，酒店工作人員無一個可信，在酒店一直頂住門到早上7點半，大使館的安保來了才敢走出酒店到安全屋，感謝中國大使館。這個就是大概的啊，這個一個大 V 啊取經過程。我來談談我對這事一個看法啊。首先一個啊，我記得我們以前一直說的吧，如果你出國了，你要防的是自己人呢，要防跟你說一樣話的這些人，老鄉見老鄉，背後來一槍啊。這個也不是咱們瞎說啊，無數這樣的案例，大國人在國外被綁架、被騙，甚至遇害，基本上是同胞幹的。你不能說絕對啊，說100%都是，但是大部分都是同胞。我记得啊，那个 B 站一個叫峰哥是吧？是去年還是前年？不是去烏克蘭嗎？然後也是遇到什麼綁匪要綁他，大概這意思啊。我看到好多切片呢，說的就是這個事。那也是一名中國人啊，也是號稱是他的粉絲。所以第一個啊，就是如果大家以後到海外去遇到同胞，就是要小心一點。這個藍占飛啊，還算是機警吧，在機場啊沒有上這個劫匪的車。如果上了劫匪的車，你對吧？保不齊他現在已經不知道綁到哪兒還不知道呢，是不是遇害了都不好說。非常兇險啊，所以這是第一個啊，就是出國在外要防同胞。有的時候啊，你找當地人，當地人還未必是那麼壞。第二個我想說的就是這個藍占飛他是什麼大 V，其實我不知道啊，我這今天是第一次知道，他是個旅遊博主。這個事情告訴我們啊，這個叫危邦不入吧，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我們除非是沒得選擇，才會去那些啊，這個治安吶，或者是國內動亂，對吧？有的國家還在戰亂，除非是你別無選擇，你才去，否則的話盡量不要去。我記得這個咱們還有幾個同胞在剛果金吶挖金礦，結果遭遇瓦格納，對吧？行刑式槍決，這多慘呢！你上哪兒說理去啊？你找誰去啊？你這些人家屬怎麼辦？沒人會賠償，你都找不到個說法。但是你看啊，同樣在以色列，對吧？2年前10月7號發生那個慘案，也有幾個同胞在以色列的吧遇害了。按理來說那是對吧？恐怖分子幹的，那是哈馬斯幹的。但是啊，根據網上的報道啊，是不是以色列給了這個一大筆賠償？我在節目也介紹過。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你盡量去那些相對文明發達的國家，不敢說保證你100%安全，但是至少人家有說法，人家是一視同仁，對吧？把你當人看。你在這些國家，什麼南非，什麼那些啊，就是比較亂的國家啊，那他也不把你當人看，對吧？你比如說吧，柬埔寨還有俄羅斯，現在對咱們免簽了，那咱們有很多國人啊願意去，其實也沒毛病，對吧？那你想想這個某寶上面出國保險呢，你去看一下，恰恰是俄羅斯、柬埔寨、巴鐵、阿富汗，還有南非恐怕也是吧，也門、黎巴嫩，那都是不在保險範圍之內。什麼意思啊？就是你去那兒出了事你自己負責任吧，保險公司都不承保，說明什麼，對吧？如果你去那個官方那個網頁下面，比如說去那個駐俄羅斯大使館網頁下面去找，它都有提醒，對吧？讓你到了俄羅斯不要帶貴重物品出門，身上不要帶大量現金，遇到警察要先看對方的證件。為什麼這假警察多？我們如果遭到勒索，要打他們的督察電話。你看看，這個有點像那個某個新能源汽車品牌，對吧？粗糧品牌也是大字宣傳，大字，對吧？對外都是號召，對吧？鼓勵啊去柬埔寨、去俄羅斯旅遊，下面小字負責提示風險。你去了也可能，對吧？要不少個腰子吧，要不破財免災。柬埔寨咱就更不用說了。這是我第二個觀點啊，也就是咱們如果想出去啊，你除非說你是迫於生計沒有辦法，走投無路，要去這個地方謀生，或者是被公司外派的沒招，否則不要去，盡量避免。畢竟世界上還有那麼多美好的地方，你都沒看過呢，為什麼非要去這種，非要先去這些地方呢？第三個啊，就是具體的這個藍占飛這個旅遊博主啊，我個人認為這對他來說啊，
確實也不需要同情。為什麼呢？因為他是旅遊博主，他為他的這個行為啊付出代價，他也獲得了收入啊，對吧？你看旅遊博主要的就是流量嘛，要的流量他就得去各種亂七八糟的地方。大家也知道，你如果去美國、去这個意大利、歐洲，那估計流量一般。但是你越去那種，对吧？一般人去不了的地方，带有探險、帶有這個危險，對吧？刺激的地方，什麼那個非洲的原始部落，對吧？看他們去吃那個狒狒啊，去那些什麼獵奇，對不對？新鮮，這樣流量大呀。我說這話意思就是，你看啊，這個風險越大，流量就越大，流量越大，收入越高。那他從事的本來就是個高風險、高收入的這麼一個行當，所以哪兒危險他去哪兒。所以我看有很多博主跑到阿富汗的，在阿富汗拍完了之後，後面還跟着請幾個那個塔利班保護，還有很多博主在阿富汗做什麼公益，对吧？給人發糧食。你要知道在那兒多危險嘛，但是恰恰是危險，所以才有流量啊，火中取栗啊，刀口舔血，艺高人膽大。那沒辦法，那你遭此一劫，對吧？那是為你的這個以前的那些收入，相當於成本嘛，你的付出啊。至於這個藍占飛自己說啊，他已經報警了，但是報警就相當於去備案，說這個南非啊是一天3起綁架案，平均啊，那根本破不了案。他這個錢也很難追回，因為這個在4、5個小時裡面，劫匪啊恐怕把他國內的賬戶啊，或者是銀行上的錢早就轉到國外去了，損失肯定是有的啊，甚至比較慘重。但是你想想，這不就是他這麼多年他幹的這些事情，他付出的嗎？這個成本嗎？他就是說，這次在南非不被綁架，下一次在別的地方一定會被綁架，或者遇到別的事情，因為他要專門挑這些不安全的地方，對吧？這才有流量啊。他一定要去到一個我普通人不太能去的地方。如果大家都稀鬆平常就能去的，他在那兒拍能有什麼流量呢？所以我認為這個對大 V 來說啊，被人取經，這是一種為過去的買單，他要付出的成本。前面7大洲啊，6個都沒出事，沒毛病啊。這次一把買單，這玩意兒就碰到一次就夠了嗎？常在河邊走啊，哪有不濕鞋啊？就這個道理啊。第4個我想說的就是，也是這個大 V 吧，也是警醒我們每個人自己，叫警惕性。古話說得好啊，財不外露。這個我看有網友說啊，這個藍占飛一切都是曝光在公眾之下的。他做自媒體，對吧？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炫過他的收入啊。就是據說他動不動就說他有上億的資金啊，還是帶貨還是怎麼着的。總之啊，就是特別有錢，對吧？你老是宣稱自己有錢，老是炫富，即便不是炫富啊，你暗中無意中透露你很有錢，那就有人，对吧？盯上了。现在經濟不好啊，大環境這麼差，所以這個據他自己說啊，人家騙子這個粉絲啊，人家半年前就在精心布置策劃。所以第一個啊，不能這個動不動炫富啊，顯得自己好有錢，無論是真有錢還是其實沒錢，對吧？都不能這麼做，因為現在經濟不好，容易刺激到別人，別人也過不下去了。再加上看你，對吧？賺錢這麼容易，不拿白不拿，拿了也是白拿，會有人有這種想法。而且這個藍占飛的粉絲幾千萬呢，幾千萬裡面，你想想啊，這個壞人就是這些叫窮凶極惡的啊，哪怕是10萬分之一，那他那個粉絲群裡面潛伏着好幾百個，是不是這個道理啊？哎，10萬分之一壞人，這個劫匪，這個喜歡採用極端方式的，這個比例不算高啊，10萬個裡面只有1個啊，那他好幾千萬粉絲，那也好幾十上百人吧，你碰上1個你就完了，這個是他疏忽的地方，對吧？這是不應該露富啊，也不應該打造一個很有錢的人的這麼一個人設。其實像藍占飛這樣的旅遊博主，藍占飛我不知道，因為我還真沒關注過他。我關注過有2個吧，以前經常看微博上，一個叫什麼神奇點吧，還有一個是叫什麼阿珂的一個廣東人呢，一個人背個包，也是7大洲到處跑。他們或許啊也遇到一些緊急情況，因為我沒有完全看完啊，我不是他每一集都看，偶爾划过啊看一看。但是他們和這個藍占飛好像不太一樣，他們還到當地還專門找粉絲，找他的粉絲，為什麼呢？他要採訪他，要了解當地情況，跟當地的華人溝通，還跟當地的本地人也溝通啊。但是好像他們沒有像藍占飛這麼被人取經呢，為什麼呢？實際上以我的直覺啊，我的直觀感受，
就是我關注的就這兩個博主啊，恐怕他自己也比較小心啊，警惕謹慎吶。第二個最主要是你看了之後，你不覺得他們有錢，你就感覺他們是苦哈哈的，那劫匪对吧？壞人就不想在他身上浪費時間吶，浪費精力啊。從一個城市到另外一個城市，他還算計幾點走便宜。他們還經常去那個什麼南美对吧？那些地方更亂了，黑幫对吧？火並那個街頭槍殺。所以這是我分析的，就是他們和藍占飛的區別，恐怕就是藍占飛給人留下印象就是很有錢，我只要把他給逮住了，我這就財富自由了，值得搏一下，對吧？那兩個博主你逮住了，你恐怕倒貼點錢給他。最後一個就是這個藍占飛啊，這個大 V 啊，他說他有警惕性，確實啊，沒上這個陌生人的這個出租車，對吧？粉絲給他準備好的車，這個是說明他有警惕性。但是啊，他這個警惕性也只是那一小會兒。一般人啊，遇到這種情況，他在南非的整個行程，對吧？既然你已經感覺到不對了，有人在機场等着你，完了假裝偶遇，還給你準備了車，對吧？你也感覺到了不对，你不上了車，說明他警惕的還不夠徹底，對吧？這個時候他就應該更改行程啊，改變行程，換酒店，對吧？或者是甚至換個城市都有可能。晚上住酒店的時候，你不僅要關門，一般的酒店5星級酒店，对吧？你還得採取一些其他的安保措施啊，就比如那個一般酒店不都那個有那個拉鏈嘛，卡鏈嘛，对吧？你把链子给它拴上，他就是把門打開了，他也打不開那個鏈子啊。也就是說啊，這個大 V 啊，他警惕性還是不夠，還是疏忽了。正因為他走遍了7大洲都沒有遇到問題，所以他可能麻痹了，他忘記了南非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我記得這個南非的總統啊，是叫薩馬福啊，叫什麼？去白宮對吧？完了個特朗普當場就指責他說南非在搞什麼種族大屠殺，南非什麼怎麼着的，然後當場還放了一段小視頻。實際上啊，我們普通的網友、普通人也很難遇上藍占飛這種情況，因為他不一樣，一個他是名聲在外，對吧？露臉，一個露財富，他的信息啊相對來說比較公開，這個本身就為他啊這個叫不安全。那我們普通網友呢，實際上就是我剛才說的第一個，對吧？這些危險的地方不去，那麼多好地方你還沒去過呢，為什麼先要去這些地方呢？对吧？這是第一個啊，你要去那些把人當人看的地方，萬一对吧不幸出了事，那還有人管，那個賠償額度也挺高的。第二個呢，你去這些國外，對吧？還是要警惕，尤其是同胞。第三個啊，現在這個美國恐怕還好一點，歐洲治安是很差的。這個差指什麼呢？指小偷多。因為歐洲啊，好像大量的移民，那些移民到了歐洲之後也無所事事啊，融不入当地社會，也沒有正經的工作，所以這個你比如說巴黎還意大利，反正是小偷比較多。他什麼都偷，手機也偷，甚至啊，你即便去這些歐洲這些國家，那些貧民窟對吧？那些郊區還是少去，對吧？尤其是晚上，即便你在市區啊，繁華的街區也得小心。我倒是感覺啊，現在治安好一點的，像日本、韓國這些地方，相對来說是吧，要好得多。但是日本現在也不提倡去了。所以說啊，這個大 V 啊，居然人家半年前就開始布局，你半年前的行蹤，跟一般人半年以後幹什麼自己都不知道呢？他怎麼會讓別人知道了呢？也就別人半年前就打他主意了，然後天天在他，比如他直播或者做節目，或者他的這個網上，对吧？人家就研究他的動態，分析他下一步可能去哪兒，很有可能他在做節目的時候說了自己，对吧？下一步要去哪裡，關鍵人家怎麼知道他航班呢？航班信息是怎麼知道的？所以這個都是匪夷所思的啊！所以這個事情還是這個他個人呢不小心，對吧？個人沒有安全意識是主要原因。當然了，我不是為這個劫匪辯護啊，這劫匪那就看南非吧，或者看國內怎麼樣把這個人抓住。在南非夠嗆啊，但是如果在國內，我覺得恐怕如果要願意破這個案子，能破。在國內啊，因為你這個劫匪在哪兒都有攝像頭，對吧？這人臉識別早就給你照下來了，你往哪兒跑啊，對吧？這個叫什麼？口罩即先，不有密接嗎？不有時空伴隨嗎？對吧？你是透明的，只要願意查啊，你跑不了。但是南非就不一定了啊，吃一堑長一智吧。
最後我再說一下啊，现在这个形势不太好，尤其是年底了，很多人对吧？这一年没挣到钱，没找到工作，甚至混得更差。马上要过年，对吧？也要花钱，所以说这个很有可能啊，鋌而走险的人比较多，治安恐怕就要差一点。所以无論你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都得小心。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